好了，刚才我们去的那个是国厅，我们现在从国厅出来了，然后它在里面就是皇室的居所，什么女王的什么厅啦，什么厅啦，什么厅啦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他说，那个亨利八世的坟墓在这边的那个圣乔治教堂里，那我们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？就是要看亨利八世的。然后现在下雨了，明明天气预报没有说过会下雨。Entry to State Apartments at the Queen's House。这个要去看看的，我想去看那个 Doll's House。这是邮筒，里面估计又不能拍照了，所以马上关掉了。